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总统赖清德日前参加活动来致辞，承诺讲明年劳工上加工资会达到3万块。另外，根据着财经网站上新的统计，2025年台北平均的月薪是5万5，赢过中国的上海甲北京。但是民众是不是有感觉，大家的答案可能无啥共款？我可以跟大家报告，今年我还会再调薪。 让基本工资能够跨过3万块钱。总统强调加薪减税添福利，要带全面拼经济。2026上加工资月级到29500块，总统保证会搁再调整，表示只要今年审议时搁再调1.7%，明年上加工资月级就会当超过3万块，是连得起11届。应该不太高，现在物价上涨，所以可能很多东西。 要加上房租的话，应该是不够。应该还好，应该还是物价啦，物价上涨，然后所以调薪应该一样，差不多，一样的钱买一样的东西。根据统计，上加月级为2016年的20800块，一路调整到今年已经是到29500块水准。对明年的薪资，总统讲有调整的空间。不过，为财经数字的网站引用第一级银行统计数字显示，台北的平均月级早就远远超过上加月级。我不太意外耶，觉得 IT 或自己创业或自媒体吧。我目前的话5.5万，我觉得这还可以，还够用了。就是花不完了。报告指出，2025全球主要城市的平均月级日内外7984美金，大约是新台币25万排第一。苏黎世7788美金，大约是新台币24万5000排伫咧后壁。台北1749美金，大约是新台币5万5000块，搁较赢中国的上海甲北京。不过民众心内敢有感觉，大家人有无同的答案？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